会乱的听啦，拢免扇子哈。那请要尖叫声啊，中比不一还要以中间哈为中心，右手边的尖叫声，左手边的欢呼声。局长来一遍。公司我爱你。不管哪一天，第一支先送给我们的局长，好不好？谢谢局长，谢谢。大家都来点厨艺哈。天上好香。我一小时。爱情我，来来来，我都出来。谢谢，还有片不？注意我不能睡吧？不要，所以就是大家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如果这样子可能没办法什么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啦。来，先冷静，听我的指令，先冷静。告诉我爱你。